平安，今仔日是无真济吼，因为我有讲吼，因为咱咧讲即个系列的讲道，所以我今仔日袂讲无真济讲道啦吼。对在座做妈妈、做阿嬷的祝恁大家无真济快乐吼。我吼无真济，真正一个我拄我的头一个夫人人过身了，我搬厝搬去 Orangeville， 头一个无真济迄下昼吼，有一个长老甲长老娘摕一盆花来送我，甲我讲 Happy Mother's Day。我讲你是安怎？因甲我讲，我足感动的。伊讲你已经做这两个老母做几啊年啊呢，所以 Happy Mother's Day。所以母亲节对我有哪几啊年有影有兼做老母啦，这有影啦咱的中间我看恁大家拢真幸福，无人像我安尼吼，无叫无去。所以我有时伫母亲节，我嘛会想到迄几年家己一个带两个囝吼，迄个时阵，对这项代志我真感慨，感谢上帝，愿上帝祝福所有的妈妈嘛爸爸啦，晓啦哈。后礼拜后个月就着咱啦吼，安尼好，咱来三甲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阮老母，疼阮、养饲阮、生阮。阮感谢你，你通过因对施落因的疼伫阮的顶面，互阮会当原来对因接受你的疼。非常地，阮恳求你伫这个特别的日子，阮纪念所有的老母伫你的面前。伫战乱中，真侪老母为着因的囝儿伫受害，伫遐艰苦心；有囝儿为着老母伫艰苦心。是阮毋知影因遮的人，总是主你拢知。愿你的安慰甲因三甲伫地。阮即个时阵要三甲来对圣经三甲上团契生活愿系交陪的代志。愿你亲身教示阮，祈祷奉耶稣的名，阿免。顶礼拜咱讲使徒的教示吼，我有讲迄是敢若学校。即礼拜我讲三甲交陪，三甲交陪吼，咱今仔日读的圣经吼，是写讲三甲交陪即个部分写讲参与伫团契生活。三甲交陪是巴克利博士翻，伊是翻做三甲交陪。我感觉咱对顶礼拜讲使徒的教示，今仔日的三甲交陪，后礼拜我要讲八饼，过来讲祈祷。其实这四项哦，拢总会使包含伫团契的生活内底。你无法度分啦，所以我挑工用三甲交陪来讲。即个交陪的代志吼，交陪即字吼，所以即字是吼伫希腊文吼，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吼，希腊文做 koinonia 吼，翻做交陪团契，要么做合伙。迄合伙的 partnership， 迄是英语的，英语 partnership， 所以我提出来讨论 fellowship 吼，交陪团契。什么是会？这吼普通的社团吼，拢总是什么社、妇伦社啦吼。阮读大学的时候有迄个登山社，有什么建联社，你一个就看到知影讲，遮个人咧爱爬山，遮个人伫遐咧学讲话吼，建联社咧学辩论，迄款诶，你一个看到知，总是团契之字吼。咱伫教会内底真样团契，少年团契、青年团契，招伴团契，咱的教会嘛拢有团契。到底团契是啥物？团契迄个字是 koinonia， 有特别的意思伫内底。即个团契是有咱的信仰的意思伫内底，是差不多是我会当讲是教会宣扬的名词啦。伫团契内底。有 social，
咱今仔日确定啊，要落去楼骹啊，无亲济，大家要做伙食饭，大家讲话，迄是social小，团契内底有social小，总是团契存在的目的，毋是干那social小那点，是用耶稣基督做中心，大家会契合，这是真要紧的代志。我有因，我第一礼拜我有因潘霍华迄个团契生活。伫迄内底吼，伊真强调即项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即个团契契合吼。迄这样免，迄个契合的意思吼。伊特别讲即个团契吼，毋是干那有形，像咱这么 in person 安尼，咱会当做伙，这真幸福的代志。总是伊讲哦，有人关伫监狱内底，为着福音，互关伫监狱。伊特别用保罗啦，保罗伫互人关监伫罗马，伊写批互腓立比的教会。伊讲，因为做伙信耶稣，通过耶稣，通过上帝，虽望因的身躯三里，总是因的心灵嘛会当享受团契的生活。这是其他的社团无可能的代志，这是伫耶稣基督内特别，伊讲有迄个in person 的迄个团契，实体的团契。咱拄啊经过疫情吼，迄中间教会袂当开的时，咱拢经验着迄个通过YouTube 的时阵，咱会当做伙做礼拜，迄款的迄个。咱的身躯无斗阵，毋过咱伫耶稣基督的心的内底，咱做。保罗伫罗马监狱，遐菲律宾的迄个基督徒伫菲律宾200迈啊，迄过来的时区无共款，总是因伫耶稣基督内面，犹阁会当成做团契。这是真或者 Christian fellowship 基督徒的团契，佫一个是 partnership。partnership 我去看字典哦，甲写是敢若写合伙就是做伙做生意啦，但咱伫咱的团契内底，咱做啥物生意？咱的生意敢若一项尔尔，耶稣基督福音嘛，以外哪有啥物定？所以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咱做 partner， 咱做伙经营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这是吼，我即摆在讲的，这是吼团契这字吼的深刻的基础啦。这有需要讲，伊普通人大概无去想遮尔济。你看初代教会吼，咱拄仔伫读第40节，讲使徒用彼得用真济话出力做见证劝勉，使徒安尼做。遐新的基督徒咧，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三甲交陪，八饼祈祷，这是因的团契的活动。这个理论，迄个时阵适用伫初代教会，即嘛嘛适用伫咱，这无问题。那咱来看初代教会这个团契，因伫耶路撒冷了偌久，这中间咱真正无可能知，因为我捌讲一节甲一节的中间，一章甲一章的中间，有可能是离开时间离长的。因伫耶路撒冷的活动偌久，人加遐尼济，真无闲。总是吼，这个团契。伫因的内底真正有发生作用，你会记我顶礼拜有讲，拄开始的时，伫第2章的第12节甲第13节，因看到即群人伫遐讲方言，伫遐噗噗跳，圣神充满伫遐噗噗跳，逐个讲这人食酒醉，一个都甲因看起啊！你搁去看到第4章，彼得甲约翰互人掠去，遐头人叫因袂使传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甲因恐吓，甲因刁难。第5章就彼得甲约翰互人
互人关伫监狱关一暗。迫害愈来愈厉害，到第7章头一个基督徒司提反宣教，互人用石头钉死。为着安尼，伫第8章，咱看到伫耶路撒冷遐基督徒，为着安尼，因走离开耶路撒冷，惊人迫害，因走离开耶路撒冷。走离开耶路撒冷，照讲是会怎散开，总是无散去。为什么无散去？因为这个团契，因为这个团契的生活。因去到安提阿，伫安提阿遐聚会，可能伫咧逃难的路中，因拢伫逃难，所以因伫遐三照顾、三勉励。去到安提阿的时，即个团契无袂记得因对耶稣所领的使命，伫遐佫组织，伫遐成立教会，这个故事。团契真正有发生作用，对因来讲，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活动，这个团契的代志咱呢，咱活伫21世纪，我顶礼拜有讲，至少住伫北美洲，住伫台湾，大概无人会甲咱迫害啦。咱袂像互人用石头钉，这类代志袂发生。总是咱知影，欧美的社会对教会的态度。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开始1970年代，大家都直直咧讲教会人愈来愈减少，到今仔日还搁咧讲。你知影真侪人有做迄个问卷调查，问讲你有去教会无？你是基督徒啊？毋是，我毋是基督徒啊，拢问迄愈来人愈。讲有咧做礼拜人愈来愈少安尼，阮做牧师的，大家拢嘛真烦恼，烦恼忙烦恼嘛安尼过。最近的问卷调查加一项出来，问你的宗教的倾向，看你是基督徒啊，是回教徒啊，啥物拢好。上下骹有一项叫做咱，拢无。最近我接到伫 internet 读足侪文章，真侪牧师伫遐咧讨论即个咱拢无信仰的人，迄个比例愈来愈悬。这是真通烦恼的代志，特别伫少年人的中间，我感觉永摆的教会伫社会真有影响力。今仔日的教会无什么影响力，若无影响力，咱这个社会对咱差不多像唔插咱呢，或者 ignore， 无甲咱看伫目睭内。我甲你讲，我伫阿伯来做牧师的时，1970、1980迄教会啊，恁会记迄阵有一项，大加拿大有一项代志，真大代志。礼拜日 supermarket 要开的代志，恁会记这项代志无？迄阵以前加拿大的国会通过一条法律，叫做 The Lord's Day Act。Lord's Day Act 就是规定讲礼拜日所有的店拢袂使开。有迄个法律咯。加拿大足久礼拜日拢无开，所有的运动啥物，若有拢是对下晡时才开始。迄早起时拢无，迄有法律伫遐，袂使去犯法。有人开始对迄，敢若是对卖药店开始讲，咱若破病要买药你毋通开安怎？大家讲还听了有理，就开始开，愈来愈厉害。到尾supermarket 礼拜日要开，成做一个真大的问题。我会记得我迄阵伫 Innisfail 阿伯来做牧师，阮遐牧师有一个敢若阮的 Ministerial Association， 阮的这牧师的组织大家咧讨论这个问题。坦白甲你讲，我做一个台湾人，我伫因中间咧听因咧讲这个代志我甲因讲啊，我无反对因啊，因当然反对礼拜日开 supermarket 这个代志，我无反对因所做的代志。毋过我甲因讲我对台湾来阮台湾一礼拜若有8日，我嘛开8日呢。礼拜日哪有啥？我已经惯势啊。这项代志对我的冲击无像因遐尼大。总是
敢若咧教会互 Lord's Day Act 保护掉的吼，这对因来讲是大代志。啊，我会记得哦，阮写一张批，互迄个 Junior Hockey， 迄个囡仔咧拍 hockey， 礼拜才去咧拍 hockey 啊。写互因讲，阮做牧师哦，阮遮个牧师哦，阮毋敢讲啥，阮讲阮真 concern， 阮关心啦。你知影因安怎甲阮回无？啊，阮了解恁的关心吼。毋过我咧讲啦，我会问阮遮个家长，看因的意思安怎，阮才甲你回复。因的囡仔礼拜早起已经在拍福记啊！你问因要创啥？人用拍软棍的，甲咱讲，恁大家较掂的，安尼尔呢？认为这是咱面对的现实的，这个社会真正是安尼。啊，我毋是直接咧讲咱要安怎？基督徒的团契愈来要紧，你知影无？伫这个时阵，基督徒的团契愈来要紧。搁一项，顶2礼拜前5月初2，我逐日拢有接到迄个 NPR 呢，或者 National Public Radio， 迄足好诶，对美国啊，逐日因拢寄关于美国诶政治诶代志，啊，搁一寡美国诶社会一寡问题有专讨论诶文章哦，迄不只好诶物件，逐早起拢来。5月初2吼，有一篇文章吼。当然是英语啦，毋过伊讲吼，这个是迄个 NPR 的记者甲美国的卫福部的部长 Dr. Murphy 访问的文章。迄个文章的迄个标题是吼，孤单已经成做美国真严重的健康问题。伊对倒开始讲，伊对买手机啊开始讲，大家摕手机啊，你捌去？食饭，看人咧食饭吼，规家伙啊吼，啊坐落吼，啊少年的手机啊拢变出来伫遐，啊你等菜上中时多变多飞手机无要紧，菜还未来嘛吼，嘛无讲话啦，逐个拢飞入来，啊即马菜来吼，逐个手机拢放落，食咧吼，食饱起来，有诶食较慢，有诶食较紧，食较紧诶，搁伫遐飞。因做伙，我定定看到迄，我定定讲，啊你是出来做伙食饭要创啥？你敢无感觉即句话？真正这造成真侪问题呢？迄篇文章一开始是对这个代志讲，伊讲因为安尼，啊你甲想看觅，咱咧做伙，咱较顶下做伙咧迄落，我若感觉恁遮讲的话我无爱听，我去边仔去买手机啊，我入去我家己的世界，我拢毋免听别人的话，啊我咧看啥恁拢毋知。啊，敢若我知，我制造我家己世界，毋是恁要甲我孤立，我家己孤立。真侪人安尼做，你对这是真大诶挑战，敢毋是？这造成真大，即马真侪人得忧郁症，甚至要自杀。迄个文章内底拢总有讲遮个代志。啊，这个美国诶。卫福部长，伊有讲要安怎补救这个代志？伊讲真侪项，拢总有6项，大半拢是用美国用政府的公共政策要来对付这愈来愈严重孤单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有忧郁症，啊，佫想要自杀，所以讲咱爱佫较拍拼去研究药啊出来吼，互伊食了较袂忧郁症安尼。啊，是讲咱改善咱的社会，来做较侪公园，互人会当去佚佗去看。我读安尼是读，有啦有影啦，你做公园，啊，伊若要干那蹛因兜买手机啊，你做公园是要创嘛？这无解决基本的问题，敢是？上尾啊，伊安怎讲呢？上尾啊，伊讲上尾啊，我就是鼓励。也是栽培有意义的 connection， 人甲人中间栽培、鼓励有意义、有深度的 connection。列位，迄个毋是就是 fellowship 的代志，迄就是这个 fellowship 的代志呢。咱别人看轻咱毋通看轻家己，咱真正有路用。今仔日的社会，
无用 fellowship 袂解决。你做工无路用啦，你做药啊，药啊伫遮，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爱用有深度。拄啊，咱读保罗伫罗马12章咱所读的遐，咱着安怎，咱着安怎，咱毋通安怎，咱毋通怎，迄拢在讲人甲人中间的代志，敢毋是？拢是 fellowship 的代志。啊，咱要安怎？我无可能今仔日拢互恁答案啦。毋过我甲你讲，我去想着吼，新约圣经内底出现差不多60摆一句话，叫做 one another， 互相。咱拄啊读罗马书，就几啊摆互相出来。耶稣讲恁着 love one another， 相疼。保罗伫遐讲几啊摆，我真简单举过来的，要安怎 one another？ 伊读伫罗马第13章第8节，伊讲着互相相疼。伫罗马14章19节，互相造就，互相造就，互相勉励。伫罗马15章第7节，互相接纳。有所第4章32节，互相赦免。这互相吼，敢若人甲人有法度做一定，人甲手机也无法度做啦，人甲 computer 嘛无法度做。团结啦，团结，真要紧的代志，你敢知？咱这个时代真需要这个物件。当咱搁倒转来看初代教会的团结，初代教会的团结，咱今仔日读吼，第二章的44节甲45节，我读互恁听吼，真水的团结哦！因有物件拢公家用。第45节讲，有财产的人去卖财产，将因的钱摕来吼，啊分互需要，分互有需要的人，互大家去用安尼。真水的团结，这个团结，我吼做牧师，我嘛真毋望这个团结。恁外口迄落车吼，咱来，我若甲恁公家用，我真爱呢。你问题出伫对，你有看路加吼？第2章44节到45节讲物件公家用，搁落去使徒行传以后，拢毋捌搁讲这项代志。你有感觉真奇怪无？是安怎拢无讲？破产啦！我甲你讲，无讲，袂讲得啦。你若继续看使徒行传第5章落去头，第5章有一对翁仔某。因拢卖物件卖了摕来奉献，有一对翁仔某吼卖了，因家己创钱，啊来到摕来甲教会，啊彼得问因讲无，阮拢有有摕来。彼得甲因咒诅，讲你骗圣神，这实在真残忍啦！迄个人伫遐现烈落现死去，我若会当安尼做，恁大家都绝对毋敢来教会。安尼，啊，因某入来时嘛毋知，彼得佫甲问，啊，圣经讲一寡少年人将迄个安那尼亚甲赶出去，啊，遐少年人对王仔宝转来，换因某入来，因某彼得佫甲问共款，伊嘛讲迄拢总诶钱，彼得佫甲咒诅，又佫死去，啊，我讲遐少年人，迄日王仔宝走两逝呢，因为有人就开始欺骗啊，敢毋是？过来第6章第1节，你去读，有希腊人的基督徒在 complain， 讲恁这犹太人物件拢分互犹太人，无分互阮，伫遐就开始冤家啊。过落去，遐使徒第6节第6章，你若去看，遐使徒讲，阮袂当逐日到遮甲恁分这，迄毋知差偌久啊？你知影无？迄毋知差偌久啊？到迄个时阵，遐使徒讲袂使咩？咱爱来设专门，所以去设执事啦。使徒行传执事就是对遮来，执事是要来分物件呢。过去哦，连保罗去传道，你嘛爱家己接步旁呢，来有医治家己的生活。团结无去啊！我甲恁讲真哦，毋是要甲初代的会友
的信徒闹鬼，我绝对毋是这个意思。我干那要甲咱讲啥？搁较好的团契吼，搁较好的制度，人的自私甲人的罪性，若伫内底吼，拢强起来，绝对会破坏。我几礼拜讲迄个Dietrich Bonhoeffer 的团契生活，我有一个中文，我的网站对网站摕到有一个中文的 link 吼。我已经讲几礼拜，恁若有趣味哦，我转去叫我迄个秘书吼，将迄放去咱的群组的内底吼，恁去看卖，真有意思，无偌长啦，总是 Bonhoeffer 写迄个写甲足好个啦。我鼓励恁去看，迄中文真好，翻了足好个，真好真好。恁我对内底摕一个 Bonhoeffer 伫1939年所讲的话，请你迄落。伊讲吼，用咱来会晓逐日为着咱所受团契生活迄我家落吼，挂有迄我家落所领受的恩典感谢，咱的团契就会成做一个照上帝的旨意日日成长的团契。另外一面，若有人对咱的团契提出家己的要求，简单为着要满足家己的欲望。团契生活就会受破坏，真侪团契生活袂当继续落去，拢是因为安尼。所以，咱甲当时的兄弟姊妹过团契生活的时，遐字我无记实了。团契生活的时，毋通要求什么，就用感恩来领受。你读遮个时候，我问你无讲，这就是咧讲倒一个啦，牧师啦，迄个牧师就是即款的啦。教会拢要摕去做伊的啦。我坦白甲恁讲啦，我有影有，我想着我牧会中间一寡长老头，互我头壳真疼的，我拢想着遐个人，毋通想咱家己。我有为着我有着我的愿望，要满足我家己的愿望。来破坏这个团契的生活，这是咱大家拢爱反省的代志。嘛有牧师想讲教会伊的，有啦有啦。我毋知要安怎讲，这是咱真好的感觉。王菲尔讲这个话吼，咱今仔日的启应文，保罗伫菲律宾。第二章第1节，我敢若第1节到第5节就好。咱做伙来看这5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听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团契，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相款的心志，相款的疼心。和谐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伊人伫罗马，遮个人伫菲律宾，离要几千迈啊！伊为着即个代志，伊会欢喜。恁若无安尼，伊会悲伤感谢呢？这就是团契的生活啦。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正就用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好。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你若将咱拄仔看Bonhoeffer所讲的。甲保罗伫遮所讲的，我毋免阁开偌济时间甲你讲，咱的团契的生活都要安怎，敢毋是？真清楚，敢毋是？初代教会，我拄仔讲，我毋是要甲因闹开，总是事实有影安尼，就是遐破坏的人，可能嘛毋知影因破坏，所以咱常常爱家己反省。要安怎反省？用这个话反省咱家己。愿上帝帮助咱，愿上帝圣神帮助咱，
愿咱的团契会变做一个真正基督的团契。咱来参加祈祷。特别是阮感谢你，互阮通过初代教会，因所说真水团契的生活，因的团契生活有互因保持因的信仰，伫迫害中间，因无妥协，无放弃信仰，总是因的团契的生活，因为有人自私，有人顾家己，直到受迫害。阮感谢你的恩典。虽望阮人的罪，要求你的圣神伫历史上，你互你的教会经过遐尼侪风波，到今仔日还阁伫即个世间，到今仔日虽望无完全，还阁阮有团契。马上帝，阮感谢你即款的恩典，感谢你圣神的引带，愿你帮助阮，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真水的团契。毋但阮家己享受这个团契，也会将你的听，阮的声听，阮的声下面，互世间人捌你。感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